叫李东俊，我是中那个客家人，我是一个穿着古装扮演着各种古人，用客家戏曲的表演穿越古今的大人，是一个客家戏的老师。那目前从事各项戏曲，包括京剧、歌仔、四平、乱弹，还有客家大戏的表演。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今天的主题，因为我从事的是台湾的本土戏曲，也就是客家戏曲。那我主修其实是京剧啊，后来学了客家戏、歌仔戏、北管乱弹戏。那么台湾的戏曲呢，通常给人家的回忆已经是过时了，好，或者是很八股的、很传统的，但呢，它却是台湾人有时候会偶尔想起的一段传统回忆。比如说，我们的观众常会说啊，看到你们演戏，好像回到我小时候在庙前坐在戏棚下看戏的时候的感觉。好，这句话就代表，其实这是一种台湾的认同文化的问题。好，那么呢，我简单讲一下，我后来呢就很喜欢戏台上的表演，于是全家人都反对，只有我自己支持我自己，就进了复兴剧校去学京剧，一学就学了8年。这个8年呢，可以说是在我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的快乐，当时是非常的痛苦。怎么说呢？这个8年，我们从5点半就要起床，然后就开始翻跟斗，翻跟斗完以后就要去学戏，就要拉筋，拉完筋以后要喊嗓，喊嗓后要学戏，学戏完以后还要读书，读书和晚上自习的时候还要练刀枪，好，还要踢腿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8年就是这样的光，就每天就是做同样的事情，好。不像是没有变化，它就是每天你该拉筋就要拉筋，你该翻跟斗就要翻跟斗。8年就是做一样的事情。毕业以后呢，开始学习本土戏曲，也就是所谓的客家戏啦，或者是歌仔戏。那还有乱弹戏，也特别去拜师。那这个跨这4个剧种以后呢，对我来说是对我现在的人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哈。待会后面会说。那我演出的场次大约就是已经超过1000多场了。好，那后来自己加入了编导，就是编剧跟导演的那个行列，所以作品大概99个，快要再一个就100个了哈。那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大家简单介绍。那我在台上呢，基本上现在从事的是客家戏曲的表演。那我演的其实很多面的角色，为什么很多面呢？因为我很喜欢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于是不管是生旦净末丑，好，我全部都去尝试。到后来，我一直转变，一直在挑战自我的台上的表现、跟表演、跟行当的一种综合的艺术。于是我有一个称号，人家叫我百变天王哈。那这个百变天王呢，比如说我可能会演狐狸精，狐狸精演完再演三国的孔明，三国的孔明演完再演关羽，关羽演完再演穆桂英，穆桂英演完还演过台湾本土的英雄人物吴汤兴，就是我们客家的以味丹心的故事。就是很多作品里面，我就会尝试自己挑战不同的角色跟不同的诠释方式。就会觉得我只要一上台，只要一开始化妆，我都会觉得我在过别人的人生，非常的过瘾。那什么是戏曲？它是要和歌舞，又要演一个故事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只是像舞台剧，就是演一个故事，或者是我就是跳个芭蕾舞剧，我就演一个故事，或者是我是歌剧，我就是用唱，然后唱一个故事。戏曲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集合起来，在台上它不但要演，它还要歌，还要唱。比如说，好，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摄影棚，好，然后譬如说我演的是一个古人，我演的是一个三国孔明，好了，刚刚也看到剧照，三国孔明都拿一个雨伞，我们就开始揣摩孔明刚刚这边是要下楼，我们这边是地下室，所以他一定要撩袍，慢慢的下楼，来到这看到一群人，再回头看到扛棒。原来来此一事，大人气象而去。这是古人演古事，他就是要用一个身段跟一个肢体的语言，包括他的念白，包括他的音调，包括他的韵味，去演一个故事，任何故事都可以。好，所以我就可以演很多人的故事，所以很开心。那其实呢？讲到戏曲省通的程式化，我说戏曲的程式化有分了很多种，但原则上被分成4功5法，就是唱念做打跟手眼身法步。
唱念做打是指肢体上面的，手眼身法步除了肢体以外，它更讲求的是内在的。好，比如说唱念做打好了，大家很简单，在意识上面来讲，大家都知道要唱，对不对？要唱歌啊，念的话就是要念口白，做的话就是代表你要做出来，你要用身上的肢体做出来。打的部分打，比如说打架也算打，翻滚也在打，也算打。我从一个地方从山崖上掉下去了，这样的动作也算是打，或者是我听到什么事情，我做一个坐下的动作，翻扑的动作也算打。所以打的东西包含很多，就是在做翻打、扑叠的这些身段都在归类在打。那唱呢？比如说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，好，来清佛戏。好，譬如说我演一个古人好了，你们刚刚前面看到是不是有一个狐狸精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狐狸精，他来到这个地方，看到哇有很多帅哥，所以他很开心。好，他怎么用唱呢？好，譬如说狐狸精你是娇妹，对不对？我来看到我来装妹呀，我来笑嘻嘻。好，就是这是唱，它可以塑造一个人物；念也可以塑造一个人物。比如说念是我刚刚示范的，比如说孔明，好，来到这个地方大人气象局，用念的告诉观众我来到哪里，或是我在做什么事，或是我想说什么事。好，那做呢，就是要把它做出来，就是靠我们的肢体告诉我们。像比如说我刚刚说来到那边下楼，对不对？我做下楼的动作，好。或者是我在做乘船的动作，还是我在做骑马的动作，好，还是我在做轿子的动作？因为轿子会有那个颤动感嘛，哈。坐轿子，哎呀，上架了，我们叫上架了，上架了，上架我们的踮脚，下架了，哎呦，下架了，我们就要用做把它做出来。打的部分，好，譬如说我要来演讲。演讲了，准备好了，就类似这样。所以唱念做打，我们就是用各种程式化的形式去演那个人物跟那个事件。那所谓的手眼身法步，就是说你所有的唱念做打，跟你的身体，就是手、跟眼、跟身体、跟你的步、跟你的方法要做结合，才能够达到四功五法的一个表演艺术形象。那么戏曲程式有哪些呢？很多很多，包括我们所谓以前是的交通没有车子嘛，以前是什么车船轿马，好，是比如说是那个马车，或者是船，或者是轿子，或者是骑马。以前这些东西呢，在戏曲里面是用程式化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肢体的表演的身段去呈现，所以全部都是很简单，台上可能空无一物，就是靠演员自己把它塑造出来。讲一个表演创作的坚持。我们有一次呢，这个国家戏剧院、国家戏剧院4件事卖票的演出一个统筹的发时画师偷子的故事。故事就讲舞台设计给龙时，吴哥就讲做了国家戏院国家剧院我们要利用他们那个设备。好，剧场的设备、灯光、布景、旋转舞台，意思讲就很像骑马的时间，就要利用那个旋转舞台，它会有很多景片、悬吊的、地上摆的，好就旋转，好像空间的转换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说，跟还基本功，我本来是骑马，是用我的两个脚去形容我在骑马的动作，焦急的一种心境。如果我要用旋转舞台，跟来就骑得没有听通。然后让旋转舞台让我自己动，有没有觉得好蠢？我就觉得，我就跟吴哥就商量了很久。我说，不要，全部都不要，全部的景也不要，台也不要给我转，就给我一个空台就好。这就不好看，太宽呐！哎呀，太用简单，太单薄，那个视觉画面不新潮。我坚持，我说听导演的，我就是要空场。到当天进到剧院的排练的时候，跟来就排一遍不会坑，跟来排时间。你就发现讲这是一个演员的坚持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因为我们手上只拿一支马鞭，可是我们要做出千变万化的奔马的动作。这些动作给空台掉黑给吴哥懂刺通给马啥，给景片撤掉，
给玛莎玛莎，给狗腿拿掉，就还给我一个很干净的一个国家剧院的舞台。这就是乃对表演的一个坚持。也就是说，基本功是我们表演者最简单，但是它也是最根本的东西。好，那么呢，我常常跟很多的我的学生或者是我的观众，好，台湾本土需要一个我们自己台湾人自己要的一个认同感。譬如我们美国百老汇，大家都知道有音乐剧啊。如果是中国大陆，大家都知道京剧是他们的经典哈。那如果说日本宝冢歌舞剧红得不得了，那你们我常常跟观众说，请以后跟外国人大声的说，我们台湾有客家大戏。好，你们的这个身段好的演绎，好，真是从力与美的结合等等等等。简单的东西，我们要用非凡的手法来呈现什么？就是新的题材。人家做客家台戏，然后挑白，我这样分了2种，一种是传统路线，一个是创新路线。传统路线，譬如说我们推出了很多妈祖林默娘啦，或者是门神传说啦、钟馗嫁妹，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些传统故事，我们把它弄成戏曲的方式演。创新的部分就开始结合怎么样让观众会想要去看我们的本土戏曲，你就必须要做什么？做创新。我们能够做什么样的创新？就是思维上的创新。譬如讲来挑摆去年、今年就有做用新的东西。一个是在讲，我们把时代设定在唐朝的武则天刚刚武后登基的时候，他要大赦天下，于是就让一个犯人可以放一个人去跟他的家人见一次面，一天的时间。一个犯罪的爸爸入狱了以后，他放下了他1个月大的孩子，这个爸爸就被选上了，见到他16年没有见过的儿子。这个故事在演出来的时候，我边演，我看到台下好多人都一直在擦眼泪，因为那种感动这是在讲现在亲情的关系。我希望我们台湾本土戏曲要做创作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最简单，因为简单我们才能够做到非凡。谢谢大家。